咁我哋所認識嘅澳門經濟咧，其實即係賭博咁解。咁圍繞賭博咧，其實就離不開黃賭毒啊，或者好啲嘅梗係旅遊啊呢啲啦。咁澳門嚟講咧，好不幸，咁大多數產業咧資本來源咧都係嚟自賭場嘅。咁試想，既然嚟自賭場，點都離不開賭博或者賭博相關嘅廣告啊、聯繫啊呢啲㗎，好似係跨領域嘅聯繫啦。咁咧，賭博有一個名言：長賭必輸。其實唔係長賭必輸，係長賭必死。因為咧，每一個賭博嘅之前人都知道賭博係長賭必輸，或者長賭必死，就係想死，所以先至會走去沉迷賭博。咁所以咧，呢啲嘅底線畫好咗之後咧，我哋可以了解澳門經濟係一個點樣嘅模式。咁你賭博嘅經濟，賭博當然啦，因為咧第一係使錢，因為咧賭場贏咗輸咗冇人知道嘅，轉翻籌碼換翻做現金嘅時候咧，就好容易洗黑錢嘅。咁當然洗黑小額可以，大額嘅時候咧，最稍為多啲嘅咧，開支票，咁啊去到自己國家之後納翻稅，就冇人知道咧係咪一個使錢。得大嘅時候就唔同啦，一定係記錄嘅。咁而家要使佢哋都係有個方法會使得到嘅。咁所以永遠咧，賭場成為一個咧好尷尬嘅地方，因為咧一定係伴隨咗洗黑錢一齊去運行嘅。咁呢個就係賭博經濟特色，係呢就喺呢一度，係唔合法嘅，完全係犯法嘅。當中咧有個坐監嘅理應係就實際話，咁點解紅色嘅時候咧？因為照足法例規定去做。當中堪輿嘅一個説話嘅就係咧，澳門人一路都係3萬至50萬左右，無論經濟點發展嘅，澳門嘅 GDP 咧係高過香港差1倍嘅。咁點解都仲係人口膨脹唔到、生育唔到咧？其中一個好主要嘅咧就係咧，錢係嚟自賭場，所以咧好難生育懷孕，因為嚟到嘅小朋友咧好容易受到詛咒。咁所以人口永遠就維持3萬至50萬。好啲嚟講就因為咧合法，咁所以咧有咗法律嘅外衣咧就稍為好一啲，始終都係賭博業。咁咧就係堪輿界對賭博嘅同埋澳門嘅睇法。咁呢個而家坐喺監入邊都話咧，當年咧就係由一個搭馬仔即係放數嘅男仔開始啦。咁後嚟咧佢做咗一樣嘢好錯嘅一樣嘢，就1對10嘅地下對賭。台面上譬如10蚊，咁咧會有一個洗米華嘅人同佢哋講，就不如咁啦，仲有一個台底對賭槓桿10倍，即係放大10倍去到同佢對賭，即係台面輸贏咗10蚊，10蚊贏咗嘅話咧賠10蚊嘅時候咧，地下賭場賠翻100蚊俾佢，輸嘅時候咧就俾翻100蚊地下賭場，就咁樣要放大10倍去到賭嘅。咁呢個係洗米華發明出嚟，咁結果咧發生嘅情況，好多澳門大企業家本來係土地有間工廠啊，有個生產鏈有產品，結果咧房地產開發商，咁結果咧呢啲錢咧放大10倍嘅槓桿對賭嘅時候咧就斷咗鏈，資金斷咗鏈，買咗屋企人爛咗尾，工廠倒閉，供應商冇生意，因為變成咗咧向別人吸血㗎，已經係真係好似僵屍咁向人吸血。就呢啲嘅大賭廳嘅企業就係賭死咗企業，賭死埋個家庭。咁對於呢啲大企業就1對10嘅地下對賭啦，仲有一種地下嘅賭場咧，就係通過網絡落注一樣咧，喺屏幕上有一個人真人實時，高清派啤牌，然之後就或者係骰仔，然之後咧就對賭，網上支付寶咁樣去到落賭處啦。咁然之後贏嘅即刻就過數，輸嘅當然就係經過好複雜嘅一個系統咧洗錢，其實係喺內地人民幣一流通係冇可能走得甩嘅。咁佢就真係信會唔會自己係掛住慈善家嘅招牌會冇事？咁結果當然所有嘅搜證工作完成晒，成條仔尾抽出嚟之後咧就即刻拉人㗎啦。所以並唔係公安唔知道，係因為搜證需要時間。咁結果咧搜證完成就即刻拉人，唔理有幾大嘅官。佢忘記咗中國內地係老虎、蒼蠅一齊打嘅。咁呢啲咧係令到好多人哋呢啲 A.P.P. 嘅 App 嘅賭場，令到好多人畢生嘅儲蓄一夜之間燒光晒，仲惡劣過一啲嘅網上遊戲搏命叫人自動充值嗰啲網上遊戲。咁喺個情況底下咧，結果就係拉人。咁呢個就係洗米華所講1對10嘅地下賭場。咁呢個1對10地下賭場發生咗咩事咧？第一，佢係地下賭場，當然係犯法先㗎。第二咧，繞過咗澳門正規嘅博彩稅，因為每一個嘅博彩咧就好似金融交易咁樣要收稅嘅。
咁佢唔交稅，都冇稅交，因為佢地下賭場，佢想通吃。第二咧，產業呢就係好多嘅環節，譬如保安就已經係一個環節啦，或者咧揾呢啲人入境，中間成個城市市面上面嘅交通亦都係一個環節。啲地下賭場根本就係一個吸血嘅一個模式。咁另一方面咧，佢又想獨吞晒成個澳門市場。個獨吞意思就唔係做壟斷呢個市場咁解，係避過晒所有其他嘅成本，連呢啲成本都要自己攞埋嚟做。咁結果咧，變成咗就成個澳門嘅賭業咧為敵啦。喺嗰個程度下就個個咧一定唔會放過佢，就係咁樣嚟嘅。咁最後個結論就係咧，任何一個因為賭而輕生嘅人，臨死前一定有一句説話，叫人千祈唔好賭，因為想死先去賭，慾望深到呢個地步，要即刻下一分鐘，係咪下一秒鐘見到高回報發大財先會去賭？而呢樣嘢係冇可能存在，所有嘅回報係需要長時間投資而嚟，而唔係賭博得翻嚟嘅。賭博等於攞條命去換，咁呢個咧就叫做澳門經濟。我哋要婉轉啲講法嘅正式講法咧，係叫賭博先至啱。